可以收到一份好靚嘅聖誕禮物，多謝晒。多謝晒。唔該，暫停。唔好意思啊，喂啊，得啦，好。原來呢個係特效嚟㗎，俾啲掌聲先。頭先唔算，我而家行翻落去，當乜事都冇發生過。嘅時刻，萬眾期待，焦點所在，有請香港第2屆中年好聲音冠軍得主古卓文先生。